你讲了好。同兄，经理啊，我互你在咧噔噔哒哒叮叮叮叮噔，互你调音调到来天光啊！袂啦，表演之前我一定要调啊。你点不？你最近你的人客愈来愈少啊！吼，我想讲你唱甲脏就好啊！经理唔当安尼，唔当安尼，阮到志玲打3、5个尔，我需要趁钱啦，这摊我一定爱趁啦。林志玲当时生5个，阮志玲就生5个啊，你唔知吗？你带林志玲？无啦，我志玲是阮兜迄只狗啊啦，生5个啦。5只啦！哦，5只啦。恁兜的狗仔这个好了名，但你是咧害我误会。我就带袂着志玲。好啦，看伫我教你吼，拢是共高雄人啊哈。就给你一摆机会哈。感谢，哦，感谢。我甲你讲，我一定好啊表现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等下你咧唱的时阵，若无超过3个人去甲你拍破啊，我就开始甲你面甲你打牌啊。哦，啊牌啊打甜，你就唔免过来唱啊。这简单啦，我甲你讲，我这条歌唱落吼，一定满场的观众拢徛起来拍破啊啦。安尼？无问题吼，来，听看卖吼。你的单纯真水。哦，2句都人拍破啊！哇，这林理长，你唱的歌声？无啦，唔是啦，恁遮也无人啊，本身也无扫，安尼涂骹垃圾甲迄网啊、河神一大堆，安尼啊，顶甲我拢安尼哦，一帮你安尼。唔係，歹勢網仔找油甲高的所在啦，歹勢歹。你這網仔香啊無？這我點的水果你。我知這簡單啦，這天然網仔香，這上好用。你網仔來我來吼，自動離開。你念伊若離開時，你嘛滴等恁兜滴1個月啊。橋多把個月當作安全帽啊。開斷恁兜的代志。你帶我者，歹勢哦，可以啊。2句都人甲你。啊，較多唔是講有拍破啊？毋是拍破，是咧拍網啊。啊是哦，我，哎呦，經理啊，你莫安尼對我啦，拜託的，我較認真唱的啦，係啊。對的。好啦，你的單純真水，你那心嘛真水，就算有時陣吵嘛是唱幾秒，都人拍破哎，小姐。經理啊，我點的菜恁攏還未來啦。我等久過，我是咧叫你來，我點的菜還未來。哦，你唔是咧拍？咱唔是拍破啊，你莫一直唱落去。啊？你是搞拍破啊嗎？叫服務生來。啊？無啦，我甲伊鼓勵一下啦。好聽。安尼嘛袂有。好啦，安尼嘛袂有啊啦。我就甲你講，若無超過3人拍破，你就免啦。我經理啊，你莫對我啦，哎，我呢免啦。你安怎做服面歌手那邊啊？咱拄有講過哦，面若大甜，你就無法度唱甲昨為止，今仔免唱。麻煩你慢慢啊行落。啊，靠安尼對我啦。吼，倒手邊門口就倒手邊，吼，自動離開，吼，歹勢。歌手請了無好勢吼，互大家安尼無就聽到這音樂這享受啦吼。啊，拄則是干那這個賣句的試驗嘛爾。嘿，今嘛才是正式要表演開始啊。這回阮大片空這個民歌西餐廳無小長珠，邀請到伊講是頂港有名聲，下港有出名，轟動全世界，真正是咱華人之光啦。來飲受之中唱來拍我鼓勵一下，Hero！你好，我老遮水，你看。多謝。啊，再來聽。哇，比電視較好看。哇，係啊，我本人都水啊。姐啊，你看。啊，對，要唱。這吼是我放安尼7天8夜放大海。放大海哦。迄講哪後上好，我唱歌進前攏會啉這啦。對。啱啊。哈，我嘛喙焦，我會咧。啊，你家己不要走。啊，你嘛拜託一下，我是你的經紀人，唔是你的使用人呢。我哪紅太你哦。安尼我先打哦。你差遐濟，你歹勢哦。啱啊。啊嘿。阿伯有雜無？啊有喏，當然嘛有。哎，
朱玉姐啊，你甲看，这支天后专用的，哦，这声哦唱的足好的啦。多谢。特别为你传的。你啊，我的咧。对对对。啊有啦，你也嘛会有啊吼，这支哦特别为你传的蓝色的，啊配你这件衫吼多好，嘛足高贵的啊，嘿，咁同款啦吼。那差遐济啊？那遮酷水啊，甲你的衫足嗨。遐济啊。好，咱两个来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者哈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这麦克足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我这麦克无声啦，无声是要。请看麦克大声。大家好，你是金文，金文，我是秀琴，我两个是金小丽跳，哎，无讲话啦，啊，就无声，我有讲啊。啊，你若是讲吼，袂记得阮两个的名，你叫金文，金一个，哎呦，嘿，我秀琴的，秀一个啦。多谢。啊，咱即马要唱歌啊，吼。两位大伯，恁阿未来时阵，人客就点一堆歌伫遮。安尼哦。吼，啊歌拢点伫顶边，啊看你要唱做一条，在恁。多谢。免客气。啊，女人的故事好不好？这啦，流浪的囡仔啦，这较闹热啦。有啦，你直接唱流浪的囡仔，怪怪呢。哎，女人的故事较好啦，好不好？金文较适合咱的。啊，这是民歌西餐厅，啊，当然嘛是爱唱女人的故事，才有适合吧？捌啥啦？唱这条就对啊啦。啊，你莫加洗面啦，啊，笑的啦。系拍破。多谢。我两个要唱歌。啊唱，啊大细汉哪会差济哈？你平常时有予红包后啊？我哪有？伊啥物拢为你呢？差伤济啊吧？你看我的麦克无声，你给我水通好啉。啊，你要唱啥物歌伊会讲好，我是袂拢无好，你一定是有。啊好，我无啦，你是安那啦？来，代志吼，行到这个勘站吼，我只好吼，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啦。其实哦，朱玉姐啊，是我失散多年的阿母啦！是啥会？你嘛差伤济啊吧？这就奇怪代志发生啊！原来主角是你的妈妈。你才会用这款无共款的心情咧对待两个。哦，你这款的心态吼，有两句俗语啦。第一句叫做“卖面看人煞油”，第二句叫做“白干啊底豆油”。大家一定挑过乌干啊底豆油，一定唔爱挑过白干啊底豆油。这是唔对。但是卖面看人煞油，这个另外一种啊。好，来拍歌，你就来。因为伊是伊亲生的妈妈，因为伊就不爱讲出来，所以无共款的代志。当初即嘛有两句俗语伫遮咧，第一句叫做“卖面看人煞油”，第二句叫做“白干啊底豆油”。原来业务就算是厉害啊！来，请问要第一句的举手。哦，3对3，来。哎呦，恁两个真正有袂好哦，叫无这学员这个常用。对。问伊。煞油是啥物？对，就是卖面的人，就是看人哦，看伊吼较有钱，就甲伊煞油；啊，迄较无钱，袂来食的，伊就无爱甲伊参料啦。大细心，大细心啦，大细心的感觉。所以恁三个已经是白干啊底豆油。对啊。是啊。乌干啊底豆油无得看。无得看，啊白干啊底豆油就看会到，看啊，看会足明的，安尼骗人啦。所以恁三个同款的意思。对啊。看出，对唔对？遐唔知咧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老师就请。这个这个单位哦，设计这两句吼，你看三个对三个，袂歹，以前较少安尼呢。其实哦，卖面看人煞油吼，意思就是讲偏心啦，就真有大细目关家乡。这个是因阿母，伊就对较好，啊，迄个介无地带就凊凊菜菜，所以有时候偏心啦。
所以白面看人煞油是讲偏心。啊，若白干那底豆油，因为豆油是乌的，啊，你放在汤羹的内底看就是，所以一寡凹波。变鬼变怪，人拢看会见，所以互看破骹手啦。所以若针对这个内容来看，应该是硬啊做偏心的，所以应该是白面看人煞油才对。所以白面看煞油，看人煞油，意思是偏心，大细目，大细目，白干那底豆油，意思是看出。水啦，吼，来拍破。